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1月5號星期日啦。本來都未必想做節目嘅，但係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過去2日呢，又喺度講有關財政赤字嗰個問題，亦都忍唔住要同大家分享下我睇法，亦都之後部分呢會同大家講下2蚊長者乘車優惠啦，到底係咪真係會出現改動呢？陳茂波喺星期六嗰日咧就出席呢個所謂財政預算案嘅諮詢會啦。佢又再次彈出彈入，今次咧又開始修訂話我嚟緊今年嘅財政赤字咧冇之前講得咁多啦。之前係講會大約1000億啦，而家就話會少於1000億。但係其實1000億多啲，1000億少啲，係咪真係咁重要呢？但係你本來嘅預測，你係講緊481億噶嘛？你而家結果仍然都係1000億上下，其實比你原來嘅預測呢都多咗1倍。其實呢啲咁嘅所謂彈出彈入，不斷喺度修訂自己之前講法，呢啲咁嘅把戲呢，其實都講咗幾年噶啦。你覺得市民真係咁好呃，仍然可以繼續用呢一套方式去呃住市民？我自己有好大保留啦，而且我又要抄翻呢張圖出嚟講啦，就係其實過去呢幾年呢，陳茂波對嗰個財政赤字嗰個預測呢，幾乎全部都錯。過去5年有4年都係財政赤字，赤字嗰幾年呢，其實嗰個財赤嘅嚴重性呢，都遠比原來估計咧係高出1倍。我哋唔講2020年，因為有疫情啦，嗰個係特別嘅狀況。當年我哋嘅財赤高達2300億，但係之後一年政府重新恢復盈餘啦，但係其實亦都比本來陳茂波估計嘅赤字有改善。到過去嗰2年，其實大家睇到啦，數字上其實陳茂波嗰個預測呢都完全唔準確嘅，最終嗰個赤字規模呢，其實比佢預測呢都係大咗1倍。你見到呢，其實陳茂波喺呢方面嗰個把戲呢，係不斷靠住呢啲修訂又修訂，改口又改口，基本上都係即係喺度呃住市民，期望即係大家可以淡化到個問題，到個赤字出嚟嘅時候，大家又唔記得咗佢之前講過啲乜嘢。而家佢講到話自己好有信心，3數年內可以解決財赤，呢個講法我哋亦都係聽咗幾年。呢個信心到底係邊度嚟嘅呢？值得留意係佢今次仍然講緊3數年呢個說法，呢個時間表啦，同特首李家超之前上京述職見習近平講3至5年呢，都係有啲差距嘅。呢個會唔會係反映咗其實特首同陳茂波之間係有一啲分歧，或者有啲嫌隙喺嗰個滅赤嗰個時間表上，大家係有啲出入呢？而且唔好唔記得，3數年後陳茂波嘅任期去到2027嘅啫，講緊而家2025，3數年後佢喺唔喺度呢？我自己好大疑問啦。我相信其實佢到時已經係拍籮柚，個人都已經唔喺度啦。你講3數年好大信心，哇！真係呃鬼咩？而且大家留意佢今次喺個諮詢會上咧，都提出咗一個新嘅講法，就係話會係能者多付嗰個原則，包括之前提出咗係薪俸稅一個分級制啦，以至係一個酒店嘅徵稅啦。咁呢啲其實係似乎有啲徵兆呢。我覺得佢可能真係會向一啲有資產或者係收入比較高嘅市民呢，再開刀。呢個唔排除，我覺得佢會再真係引入咗所謂嗰個資產增值稅，因為如果以能者多付嗰個原則呢，咁你資產升值你先要俾稅啫。當然如果你賣樓蝕錢嘅就唔需要啦。但係如果你有本事炒樓又可以賺到錢嘅，咁會唔會係佢口中所講嘅一個能者多付嘅情況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喺嚟緊2月底個財政預算案呢，大家多啲發表意見。好明顯而家佢就喺度做緊一啲管理預期，咁呢啲呢係好需要大家呢，即係做一啲關注。咁另外呢，佢亦都有市民呢喺諮詢會上，我留意好多市民都關注就係嗰個長者乘車2蚊嘅優惠會唔會作出修訂呢？咁陳茂波呢，似乎係有啲保留嘅。根據陳茂波嘅講法呢，仍然會係交俾勞福局呢去檢討之後呢，先至再決定嗰個2蚊長者乘車優惠係咪會繼續。
咁呢個似乎係留咗條尾巴啦。咁我留意到星期日前財爺曾俊華呢，亦都喺自己網誌呢，亦都有提到2蚊搭車呢個問題。佢話自己退休之後呢，其實好多時間都係享受緊呢個2蚊乘車優惠嘅。咁亦都係即係自己係受惠之一啦。亦都其實見到好多銀髮族長者朋友都係受惠呢個政策，係可以多咗出行。咁呢方面其實我完全認同嘅，亦都覺得即係對65歲以上嘅長者提供一個2蚊嘅乘車優惠，一方面既係鼓勵佢哋可以多啲出行啦，唔使成日匿喺屋企，亦都係其實作為一個社會嘅一份子呢，係對一啲以前對香港作出貢獻嘅一啲人士呢，作出一啲回贈啦，或者一啲優惠呢，我絕對覺得係支持。咁但係自從2020年林鄭月娥將呢個所謂長者2蚊優惠由65歲降低到60歲呢，似乎個問題呢係陸續浮現。曾俊華自己都講啦，其實哇呢個由65歲降低到60歲呢，似乎係產生咗一啲銀髮嘅就業市場喎。咁見到呢，有一啲長者利用車費特平嘅優惠去從事一啲運送速遞嘅工作。其實呢個情況我都觀察咗，應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而家你見到其實好多速遞公司呢，的確係用一啲可能係60零歲未夠啱啱退休冇耐嘅朋友呢，係用佢哋嗰個2蚊乘車優惠呢，係揾佢哋呢係幫手送遞呢個速遞文件。咁呢個其實換翻轉講，其實你係將納稅人嘅公帑呢，係唔係單單俾咗長者，而係將佢呢係轉贈咗俾呢啲速遞公司，係轉贈咗俾佢哋去做一啲業務上嘅優惠。當然即係你話60歲以上可以做一啲速遞嘅行業，我都唔反對。咁但係個問題係，你係不斷用緊公帑去補貼呢啲速遞公司，我哋係咪應該繼續咁樣做呢？即係60歲以上，而家香港人嘅即係健康情況，我相信65歲以下嘅朋友呢，仍然都係有心有力。咁呢個情況係咪應該持續呢？而且我哋見到有個比較特殊嘅情況，譬如喺一啲返工嘅繁忙時間，早上7點到9點，當大家都逼入地鐵巴士嘅時候，長者亦都可以喺呢個時間用2蚊呢，係搭呢啲地鐵或者巴士。其實變相亦都令呢啲繁忙時間嘅交通呢係更加擠迫。咁所以呢個2蚊乘車優惠呢，似乎係應該出現一個檢討嘅情況。我統計翻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呢個所謂2蚊乘車優惠嗰個支出個開支咧，政府嘅開支咧，已經由2021年嘅10億咧，係增加到遞增到2023年嘅33億，到2024年度咧已經去到42億，已經係加4倍。到嚟緊呢個年度嘅估算呢，更加係突破60億，去到63億，比起2021年呢，其實係多咗6倍。而且唔記得，我哋人口老化嗰個問題呢，係會繼續惡化落去。你而家講緊截到2024年嘅6月底，香港60歲以上嘅人口呢，已經有230萬，佔人口總數呢係超過1/3。而呢個老化嘅情況、高齡化嘅情況，65歲以上嘅人口呢，會去到2024年呢係達到274萬，比起2021年嘅增長呢係高達90%。預計到時呢，每3個港人入邊呢，有一個就係長者。咁你嗰個開支咪會再幾何級咁跳，甚至係突破100億嗰個水平咯。咁呢個其實毫無疑問已經係對長遠嘅財政負擔呢構成一個重大嘅壓力。當年你講緊可能幾億、10億、8億，當然唔會係一個重大問題，亦都作為市民亦都好支持有咁嘅政策。咁但係當你嗰個劃線係不斷壓後，而令到其實政府嘅補貼係不斷增加，呢個時候呢，其實的確係需要重新檢討成個2蚊乘車優惠嗰個政策呢應該點樣落實。我自己覺得呢，其實65歲以上嘅長者朋友呢，應該係繼續享有呢個2蚊乘車優惠，呢個唔應該改變。而家問題係60到65歲呢一批其實真係未叫長者，60歲而家以上，其實好多朋友都好後生。我覺得佢哋可能呢喺嚟緊，我見到政府最近呢都已經透過不同嘅報章政情版呢係放風，係咪會做出一啲修訂呢？咁其中呢，我見到可能會比較出現嘅情況呢，係可能會出現一啲嘅設限啦，可能係60到65歲，包括咗可能係佢哋設定一啲嘅每個月
規定嘅金額，可能係講緊幾百蚊、1000蚊。咁或者係規定嘅一啲時數，其實兩個分別唔大噶啦。咁只不過係即係你點樣用你嗰2蚊嘅乘車優惠。咁但係當然咁亦都係會有一啲行政上嘅複雜性嘅，因為你點樣去計住佢哋嗰個使用量呢？係咪嗰張而家新推出嘅長者樂悠卡係可以做到智能上設定一啲咁嘅限制呢？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案。咁至於你話我都承認，即係呢個2蚊長者優惠作出修訂呢，的確係一個政治上嘅炸彈嚟嘅。咁因為大家已經享用咗啦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面對嗰個長遠人口老化，以至嗰個政府財政赤字仍然都係相當嚴重呢。咁我覺得60到65歲呢批嘅朋友呢，可能都要做出一啲改變。當然就唔會受歡迎嘅，咁但係要做嘅時候就應該做。如果唔係，你反而日後係向普羅市民一刀切，甚至係再加徵稅項，呢個嗰個長遠影響呢，可能對其他市民嚟講呢，會更加唔公道。好似曾俊華咁講，即係呢個係一個政治上、社會上唔受歡迎嘅一個講法。咁但係希望即係呢批朋友明白咧，即係長者朋友明白，60到65歲咧，你哋仍然好有活力嘅。咁我相信其實呢個對你哋嘅影響呢，唔係話真係十分咁大，而且到65歲呢，你仍然都會享有呢個2蚊乘車優惠。我自己覺得咧，呢方面係唔應該作出改變嘅。好啦，今日嘅時間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同埋留言啦。咁亦都可以係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呢，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令到更加多嘅人呢可以睇到我嘅節目啦。咁我哋星期一再會，拜拜。